根根才等北鼻音，小小耳语打雷声。上了你一眼呀！上天，那个小姑娘，你从来分听见你也唱些歌，各分各歌。上你唱出来，这个我耳朵一听嘛，那个小囡是块脸做啊，卡我的不得了，但是面孔上向不能露出来的。闺女，舅舅，耳音不错，真的，嗓音也可以，谢谢。真想学呢？想学。真想学？那舅舅今儿啊，就收你为徒。谢谢舅舅。背浪像个王郎当也进过来，我说美姑娘了，是，怎么还叫舅舅？那个叫师傅啊！也进来起来嘛，师傅。哟，好久没听见了，有人叫我师傅了。坐。哎呀，想学。可你知道不知道呢？这唱戏呀不容易，得吃得起苦。我吃得起苦啊。有句老话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是10年功。我明白。明白啊。好嘞。不过呢，方才王奶奶她说了，教不收钱，是我不会拿你1个小钱。谢谢师傅。可是呢，既然要学戏，那咱呢就把这事呢要当真的那事做了啊。怎么说？这也是叫没有规矩，哪成方圆？这个有对关。好。你呢就得写一张纸。什么纸？你不懂，我去写给你看啊。哎呦，上了你嘎吱嘎眼，往里向进去了。哎呀，几花辰光出来，总要10来分钟出来了。水浪向有张纸头，上头写个字，看上去是刚刚写好呢。一大路出来的辰光，一大路上吃。闺女，抢。没办再过来一口嘛，归师，上头讲归师讲。4月红梅班，年16岁，自牛把上菊花为师，8师之后，听凭师傅支配，中途返回，神凭师傅赐旨。红梅班，民国2月10。没办等到口误，意思不大懂，但是有点还是有点危险的感觉。王奶奶。闺女，怎么说？这个一定要写吗？好兄弟，我说你这是干嘛呢？你教就教呗，你搞就搞啊！啥子你为什要搿种么子呢？啥子呢？哎呦，我说姐，哎呦姐你不懂，你怎么说呢？你说我1个小钱都不能要，您瞧这纸上有钱字吗？您瞧有吗？没有。可是你不知道这学习呢苦着呢，他不懂，他一丁点儿都不懂啊！我是从小那过来的，我知道上来呢挺有兴趣的，喜欢呢学呢，可是后来呢吃不起那苦了，3天打鱼
2天晒网的，这怎么学怎么教啊？所以咱学习的走这个规矩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得写这张纸。其实呢，就是压一压他，让他知道这学习不容易，不能反悔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没教呢，您瞧您就护着他，这怎么学得好的呢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呢啊！我说你。哎，王奶奶都听着呢，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呢。写而已，就是怕你今儿学了明儿不来了，他担心了是吧？我说王奶奶这话说在前面啊，我催我个挂拉门去，讲回来你讲你留下来32个铜钿，里面那要我不送去，你一个小东西发不离，那我当你讲啊是吧？王奶奶开口改他了，那你改他啊！我说啥事王奶奶做主啊？那放心就是了，写了由王奶奶做主了，随便写就写吧啊，随便吧。有王奶奶做主嘛，铺地上呢。上头师母不晓得铜钿2个字了，嘿呀！对，没白想带个郎们，真是这样。下下一句不许搞，一个这对音一清。师傅，好了，您看看行吗？没办，假使搿个辰光，你就看上老你伸出搿只手来再拿搿个指头啊，来看你搿个手啊，一定会得把你看出破绽。啥体？上老你手伸出来的辰光，微微叫你辣浪对，哪不要对？搿个物事啥个物事？搿个物事叫归师。归师啥的样物事？所以是师生之间一种契约。你报答先生，一定要写搿桩物事。过去辰光唱戏，搿是规矩，一定要写。但是搿一种契约，搿里向花头就蛮多。假使说你一次铜钿付清，上头用不得写，慢慢把慢为师。中家人啥人，你越深。这对已经拿起来，但是还有许多种情况，有一种呢是当场情况你只能付一半，那么搿个师傅答应的，等到将下来活人之余，你出得失，那个铜钿再还拨我，搿个叫啥呢？叫市浪开花，为一种情况。所以说，搿个小囡屋里向穷得一天世界，根本付不出搿笔铜钿。但是师傅觉着搿一个小囡连是一块料做，连有天才，我愿意收的。搿么哪呢？收没收？搿张官司上头多加几个字，叫活3年帮3年。也晓得你也穿海棠，当年买不了个戏班子里向，所以是因为穷。个人呢，搿个上头是有这样6个字，唯有可恶了。上头搿一个小囡，连屋里向没人，连到塾门里向也没人子，所以导致搿个班子里向，罗里个师傅拿来接下来，搿个师傅就等同于那个伢子，生杀大权在了流水浪向。葛么哪呢？还不讲铜钿了，搿上头搿个一句，一切听凭师傅之辈。再过你搿个人侪是理个者，没吧？你汪空。还是初中毕业生，你懂啥？所以搿个社会浪向是要有经历，你是不晓得。所以搿桩物事上头一句“一切听凭师傅，安上杀机”。你这段人把上头一清，你也晓得，你大半个人已经属于理个子。搿场官司打到法院里向去，你也要输脱，你也晓得。小姑娘根本就不懂，一点小心，侬眼睛侪蒙脱个噻。上老爷里晓得搿个张子弹过来，那我下半上司就照你个跑头来说的，哪不要靠我搿个手，哪不要对了。闺女啊，师傅，今儿闲着没事呢，我来跟你讲一讲什么叫京剧。哦，师傅，
啊，师傅真对不起，这样不行啊，这不行。爸爸生病，我出来出药的。哦，对，你爹身体不好啊。是的。啊，你抓药来的啊？回去，赶快回去啊！师傅这样哦。哎，我跟您学戏的事儿，您可千万不能外面说，不能让我爸爸知道，他要生气要伤心的。一个绝无奇怪，因为我会在你听到定会长我。我知道，他要不高兴，我知道。是那什么时候你来学戏呢？哎呀，可是非晓得个，摇身体最要嗨个摇，一天也摇是了。等到吃下去身体嗨着么？要带弟弟做生活，我推荐来学戏。师傅，您说行吗？好，这样定好了啊。那师傅我要走了。好，过几天就来学。我等你呢啊。好的，闺女啊，走好了啊。哎，方才您这一开口，我就知道将来还有将来啊，大红大紫，谢谢师傅，赚大钱养活你爹呢。师傅再见。贵个上方你了背的碰的是要姑娘我，过得轻的没死两重。卡我为最起，眼睛一闪，人家是真话，一晃差半个耳朵起出来。搿个学戏搿样物事也是奇怪，上老年本事别家，那小姑娘懂也不懂。但是上老年晓得搿个小姑娘有钱是将下来找你个跑团，本事虽然别家，连侬所有的本事也拿出来。小姑娘小人，还有啥早点才动力，我可以分担夜间高浪向的分量。所以非常之用功，所以这个两方面啊，是石岗心想一吹，嘿，半个月这个小姑娘居然不是微唱几头，是居然，现在说起来，这个折子啊，一到鸡头折子会得走着，小姑娘哎呦聪明啊，连唱大奏，没像样走着。等到夜里向弄好事情了，困到床浪向，那是现在是16岁的大姑娘，但也不困在一张床浪向，隔壁拉一个小房间，困到床上一歇歇，困上去。但是也晓得搿个辰光，随着搿一个辰光，崔海棠的日脚顶难过子，盖到床浪向，边浪向煤油灯天天亮。搿个水伸到背后头，枕头下头，咕嗦，去摸出一样物事，啥个物事？一个纸团包包，打开来上呢，原来里向是张照片，照片上啥人？那是16年来朝思暮想的陆湘怡。崔海棠搿张照片包背后。不单辣让看照片，为了读讲章，不单讲闲话，搿个水为了搿张照片浪向为了录，你想16年录下来，搿张照片啊，有个地方啊，把你上头啊录脱个子。所以当你也晓得搿是照片，有啥体？所以当然晓得。搿张照片啊，搿张照片是自家半条命。想你啊，如今你在哪儿啊？好吗？就是崔海棠搭搿张照片讲闲话啊，你真可以1个钟头、2个钟头讲下去，但是有一句闲话，你不敢讲。啥个闲话？相依。你也活了搿个世界浪向，搿句闲话里不敢问。我知道现在我在想你。你现在没事，你也一定在想我。离开我们满面水，
用。恨松松，为什么你之间为不吃饭？我上想你，想必你寸步难行，有风涌，想必你是苦头身上是泪涌。我知道你想到这儿来，可是你来不了。你说是吗？你说是的，相依呀。难道你不想美宝而今丈人飞？你不想牛尽人生死，为了宋香风？你想我是东一尺，这天涯茫茫难遇中。我辣浪牵起你，你也一定辣浪牵起我，你说是吗？你说是的，相依呀。你悄悄听女儿深水洗，想必她一生梦想与你悄相逢，你要爱里这妇娘的女娇，用相依，美宝儿都像你，一手当你楼家风，这样的女儿世界上过儿我平平交加，一路庸庸不忘退，我在深心相依呀。近来我体恤啥，待中上待红，我怕就怕非解脱够，一命归空，我怕就怕夫妻间事呀难相逢。相崔海棠，你好呀！上天嘛，不是
13岁的有人唱戏哦。我乡下头搭不个上我2年，乡下头是搿个辰光是外地里向必人。13岁的一个人啥人回馈自家好辣辣唱戏，而且搿个声音劲得不得了，再过搿个声音传辣辣房间里向。那么在房间里向一塌包子只有2个人嘛，我侬里不会唱戏，我辣浪看照片，录得来个声音，录得来声音，我那个摆摆侬哇，根本没摆拿13岁的唱戏着呢。哎呀，叫日语首诗，亚语什么？首诗个美版改良一天是考哦，那么师傅搭里讲给，是像你搿种天才哦，送来份碰着过。那么搭来讲，顶多狗不理包，一道你出去2箱子。那么你想，狗不理包随下出去财动地，还帮摇个毛哪会考哦？哎呦，开心得了蒙头里老唱戏呀！而且哦，搿蒙头里向下头受满，受得塌破。哎呦，搿人头是收侪收不清爽，那个奇怪嘞！自家老当中唱戏，但是一点点不慌个，想起你崔海棠真个眼塌，是侬辣浪唱戏哇？像侬里浪会得唱戏？崔海棠脑子里啪闪出一桩事体，有一日听侬怪找我唱戏，我当场面孔就一摆，我说侬宋金王爷反出唱戏，宋金王爷。唱戏2个字假使1点，我当然没啥客气。我晓得我搿张面孔一摆怕人，但是搿个侬真懂事体，从今以后不能让我面前再提唱戏2个字，提也不提嘛，不是刘哪会得唱戏？而且崔海棠啥都2个耳朵啊，你一听就听出来，侬拿搿个唱。那搿个唱是有人家的，这个天下世界的事体，这个滑稽。我也是关照侬，乃不能学唱戏，乃不能走搿条路，偏上侬会的偷步学戏，搿种事体。崔海棠心情乃侬难理解，所以搿些辰光崔海棠非常生气。照片边浪向一放，笔头画。小开来，画上2只脚拖鞋板里向伸进去，每一顿水浪向一只，起个搿张面孔白白，往侬房间方向当当当当。美版等的一曲唱我是还有，搿台下头搿种观众搿铜钿噼里啪啦都上来呀，都得那哈一日，美版只觉着自家个人不辣铜钿当中去，哪会靠个？爸爸，崔海棠，你好呀，否则我人也分进去，你哪已经晓得我来着呢？等到崔海棠到房间里向走到上门前，先慢悠等待侬张面孔一遮，我困上了海哇！爸爸，我们有钱了。哦，啊，侬让做黄金美梦。爸爸，往后我能帮您了，你再也不用下地了。侬困梦里的闲话，真话，真的不能再真的闲话子。随便啥人听见，随便罗里的也听见，侪应该拷问。啥天不舍得拿药，又来推盘外头学戏，是为子财动地来分担拿药，钱家郎的分量，几乎懂事体。但是崔海棠听了心里想，半是拷问，半是心酸。侬搿把年纪是应该无忧无虑，
你哪会得动搿种脑筋？那就是因为我搿个爷拿你带到了搿个环境里向，苦头吃得今朝一日，搿会儿做梦也辣辣讲搿种闲话，所以崔海棠自家辣辣关照自家，囡恩个出发点哈个，来灯些闷起来，来非要面孔白白。轻咚咚，每一顿边浪向放好囡恩，边浪向坐定，辣浪里身浪向拍拍美宝。啊，没办法，你拍了浪嘛也醒了，等他醒出来一口嘛。爸爸，钱拿到了吗？穷呀，啥裤子也分拿在一来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坐起来。哦，爸爸几句话嘛。补起来吗？爸爸，我要紧衣裳搭里披一披好，搿个囡恩伤风不得了啊！你怎么不睡呀？爸爸问你呢。哦，啊，什么事儿？你怎么会唱戏的？要哪些等我会唱戏啊？我搿是不是人讲，是你里边去啥的？我不会唱戏呀。搿你唱戏搿个师傅肯定是个圈人。囡恩从来不会说句话，今朝说句话噻，真不会唱了。哎，不会。可是爸爸方才听见你在做梦，你梦中在唱戏呢。哎呀呀，死个了！那梦头里会得唱戏个家？可是今朝随便哪发生呢？不行。谁教你的？谁都不行。怎么会想着去学戏的啊？今朝总归100个不开口。学了有多少日子了？真就不行。其实崔海棠，你心里也有火，在卡了里向，你是自家关照自家。昨天那张面孔难看，囡恩个出发点是好，你翻背面孔，不觉得几句话摆上去，我搿张面孔瘦得笑嘻嘻啊，和颜悦色。你闷声不响啊，你不响。崔海棠熬不牢着，搿个火从里向哗冲上来着。我说美宝啊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爸爸怎么和你说的？从今往后别提唱戏这2个字，还记得吗？爸爸为什么不让你学习，不让你听戏？为什么？你想，爸爸自个儿以前唱戏还是红角儿，你就没看见爸爸从来不唱戏，你就没想过为什么？爸爸还让你念书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啊，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有4种人，那是被人瞧不起：卖身的娼妓，卖身的奴隶，当兵的，还有就是唱戏的戏子。为什么被人瞧不起？因为你戏子前身就是奴隶。你爸爸唱的那么红，爸爸知道，唱的那么红，还是被人家瞧不起。爸爸疼在这里边，疼在里边，说不出来呀。
那2个女戏子，爸爸都瞧在眼里。不管她是成名了还是没成名了，用不了多久，都成了婊子、姨太太。爸爸为什么？啊？那么有名的角儿的闺女，不让她学习，让她上学念书，为了你呀、为了你闺女将来抬着头做人呐、爸爸，可你倒好，翅膀硬了，瞒着我偷偷的学习。爸爸，你可知道，爸爸这16年，他可是为了你活着。爸爸，你别难过，我知道是我爸。爸爸，你别这样，爸爸。别这样，你告诉我怎么会唱戏的？爸爸，您别伤心，我知道，我全说了，爸爸。每半也是伤心，也是难句。伤心地上，呀，我是写的难过，但是呀，你实在太口子，我想帮帮你。难句地上，明白啊？你不是不晓得呀个心思，你为也谋特你推对家去好气，非要光呀伤心，爸爸，这事儿是好久以前了。举地的吹息闹莫生尘，只为了生去儿的心不忍。那是鸡腿吃呀吃，倩女一个还心神。谁？进货店的王奶奶。怎么天天个都快着女人就出去？王奶奶，她让你学戏的。她也是好心，爸爸您真的。好心，好心，我知道，好心，好心啊！她是的屋里披在李亚玉，是我弟弟太记性，为是我立在天生人，聪明于后方把事或许问把的弟弟呀有恩。可我知道，这王奶奶她不会唱戏呀。我有师傅的。儿子，我听出来有师傅，高手有师傅，谁？我的师傅是他亲兄弟，大你是大名伶。哦，我的师傅很有名的。上个那个师傅很有名气，辣浪改搭乡下头，乃有一个师傅很有名气。我要是吹海洞，乃要看看哩，现在穷得这样一年，实在离搿个里向离上有一块，是啊，你晓得。当今虽然我离开舞台这样几花年数，当今啥人该是角儿，世所家珍。居然辣浪给他张士诚唯一一个独角儿，谁呀？尚老二。谁来到天气上了？你2个是个人，先将我从上边浪向砰一高跌到地浪向，呀，西夸着上了你那把个师傅是上了你呀？上了你也认得，哪会得不认得？还是比自家出的这。但是后来是吃鸦片了，偷么子了，跟外头个名气差不多。我说美宝啊，你的师傅是尚老二，是的，他怎么是个有名的红角儿呢？他告诉我的，没有秋海棠，哪有尚老二？
怎么了？这么长那么短，拜他为师，你爸爸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我爸爸，您别生气，还好。还好什么？真的还好呀。至今未必把学费付，学费都没付呢。你没有给他钱的？没有，我也没钱呢。搿几轮你门开进的没给钱的。也只归是第今年。你说什么？写了一张官书。你把官书给写了？师傅说的一定要写，这是规矩。你跟他学了多少日子啊？差不多半个月吧。半个月你把官书给写了？第一天就写了。怎么写的？没几个字儿，真的没几个字儿。没几个字，你背给我听听，怎么写的？你说。好吧，我又要张面孔背了，还搿么背着我。4月后每8年1日6岁，四牛帮上菊花为师。拜师之后，听凭师傅支配，杀中途返回，一切听凭师傅敕旨。后每82月10，我还按了个手印儿。你在皮包当我抱下来吧，你别唱这个啥名东西啊！是的，爸爸，这官书要紧吗？爸爸，您怎么了？这官书要紧吗？爸爸，爸爸，听爸爸一句话。您说要紧吗？这官书不要紧。哎呦，您还不能吓得死。那您叫我听您说什么啦？从明儿开始，再别去学习了。那是违规起来，不去走。我不去了，您放心，我保证不去了，爸爸啊。不，爸爸，这官书，您说可真不要紧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会喊，要不会骗我的。每班课要追门，带点大仙女呀，又不让心思的，一些门，困着。亲爱的，从头我上半边，到自家的上半边，别个6、7步路。但是过些辰光，让人吹海上叫我，好似有费事气噻。俺可能侬能才从上了你手浪向得出来，门着